話俾大家知嘅秘密，如果你屋企附近有人種桑樹，你一定要厚住面皮問人哋攞啲桑葉返嚟。呢個99%嘅人都仲未知道嘅秘密，今日我嚟偷偷地咁話俾你知。我哋將呢個唔使錢嘅冬瓜皮同埋桑葉擺埋一齊，真係好神奇。你哋嗰啲咁嘅高咩脂高咩糖就會立即降翻落嚟。今日呢，我嚟教呢個方法，唔使四周圍到處打聽，更加唔使花埋晒嗰啲冤枉錢去掛號。一個禮拜只需要一個禮拜，可以幫你將呢樣膏嗰樣膏降翻落嚟，真係講你都唔信啊！我老媽子今年96歲，我呢都69歲，就連我大舅都已經76歲，我哋一直用緊呢個方法。自從我將呢個方法分享出嚟，短短2個月時間已經多咗幾萬個粉絲。主要係呢個方法安全又實惠，並且使唔到幾個錢。其中一半嘅粉絲聽完之後跟住嚟做，嗰啲各種膏全部消失唔見晒。另外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嚟自中山50幾歲嘅陳師奶，佢話以前嘅自己最中意食麵條食饅頭，自從糖高咗之後咩都唔敢食，成日依賴各種小丸丸小片片，搞到生活完全冇晒樂趣。偶然間刷到我呢條視頻，起初抱住試下嘅心態，細都估唔到效果竟然又更好，依家又可以食翻麵條食翻饅頭，不知有幾咁開心啊！如果話屏幕前嘅你哋試勻晒各種方法都係冇效果嘅，今日無論你係邊一個錯過咗呢個方法，只能講真係好可惜。喺呢度我將呢個方法最後一次毫無保留咁免費分享俾大家，記得用你發財嘅小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順手轉發俾你關心嘅親朋好友，等大家都可以實現飲食自由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首先我哋摘幾片霜打過後嘅桑樹葉，呢種桑葉喺民間又被稱為神仙葉，識貨嘅人每年都會喺霜降前後摘啲攞返屋企，跟住用水清洗乾淨，然後晾乾水分，再切成長條，放入滾水入邊冚蓋煮返佢3分鐘，然後攞出嚟攤凍，均勻咁鋪開，好似捽麵粉一樣反覆咁捽佢。捽好嘅桑葉放入個煲裏邊，用細火炒乾之後就可以保存起身。跟住落嚟苦瓜切片，冬瓜批皮，記住啦，冬瓜肉我哋係唔要嘅，淨係要呢個冬瓜皮就可以啦。冬瓜皮同埋呢個苦瓜皮一齊攞去曬乾，將呢3樣嘢一齊攞去沖水，將佢當茶嚟飲。堅持飲翻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呢樣膏嗰樣膏冚唪唥降翻落嚟，成個人特別之舒服。大家可以自己準備材料，自己搭配。嫌麻煩又或者唔知道比例嘅，可以學似我哋咁買呢種科學搭配好嘅免煮茶包，直接攞滾水沖嚟飲就可以啦，簡單又方便。飲足佢1個禮拜之後，到時你肯定會返嚟多謝我啊！趁住廠家仲有好大優惠，又平又多，馬上點開下邊嘅呢個鏈接，帶返屋企試下啦，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啊！